国际消息来看，南韩的尹锡悦总统弹劾案今仔日早起10点宣判，宪法法院8法官是全部拢同意通过弹劾，所以尹锡悦随互人家免职，正做是朴槿惠以来韩国第2个互人弹劾落台的总统。照这规定呢，刷落来60天内，韩国是要伫6月初3来选出新的总统。 재판관 전원의 일치된 의견으로 주문을 선고합니다. 탄핵 사건이므로 선고 시각을 확인하겠습니다. 지금 시각은 오전 11시 22분입니다. 주문 피청구인 대통령 윤석열을 파면한다. 伫咧定行全世界123个人任发生了第122天，国会提出弹劾案的第111天。 南韩总统尹锡悦被宪法法庭弹劾，再来将会因为叛乱罪面临着刑事审判。弹劾案的结辩过程，尹锡悦表示，伊下令戒严是为了要对抗反国家势力、称北韩分子加反对派强局。代表国会律师是甲伊甲独裁者提出来比，讲尹锡悦就要被撤职。 宪法法院法官宣读的法官书内面讲，迄当阵国会进行袂当正做行使国家紧急权的正当理由，但是结果出来进前 ，NBS 公布的民调显示，57%的受访者认为尹锡悦应该被弹劾，认为伊应该恢复职务的只敢若35%。 说落来，南韩将会伫咧60天内，也就是6月初3举行大选。目前上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是民调支持率上悬、赢面上大的人。南韩的政党对决加政治动荡的局势，互社会出现前所未见的分裂。加2017年3月前总统朴槿惠弹劾的审判结果来比。 支持加反对的镇压对立的气氛是更加激烈。首尔西部地方法院裁定羁押尹锡悦代志，不引起支持者的不满。60几人强行从入去法院内底，讲窗仔门破坏公物。因为这件弹劾案审议的过程，法官也一直遭受到恐吓加威胁。总统官舍所在汉南洞公化门广场，这几天有真侪支持加反对的民众。宪法法庭所在中路区估计有10万人。 汉南洞也有5万人，警察厅正主席发布相关级别的全国加急动员令，敢若是伫咧首尔就部署14000名警力，全力戒备。宪法法院四周边150公尺范围内全部拢清空，中路区公化门的地铁也个公车路线，初3开始到初5拢被调整或者是封闭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写。